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山人寿今仔日举办着股东会，而且是由新的董事长温宗尧来主持，伊是轮泰集团的总裁温彦良的姑囝。讲南山人寿这位新董事长是公司有史以来上届少年的董事长，个性是朴实低调。做学生读册时阵拢是骑机车，结婚嘛敢若请一道。2016年进入到南山人寿，是为基层开始来学起，去年才来接董事长。也毋过伊就任了后，今仔日第一场的股东会，到100个工会人员来抗议，希望公司会当增资，而且来进行着协商。南山工会规定100个人也摆啊同齐抗议，就是希望南山人寿股东会主持人温宗尧听到。是公司变成说我有权利随时随地终止你的合约，这样并不我前面所有努力的东西全部不见了。工会人员去不认为公司真无公平，提出2大诉求，要求做好 ESG 保障保护，实质增资，希望公司会当诚信协商。对这件代志，南山人寿回应，公司财务状况健全，现销能力无问题，嘛无流动性的问题，会向南山工会继续沟通。保险其实是一份承诺。这份承诺，国民党和工会温宗尧上任了后，头一摆主持股东会，碰到抗议，无正面对决。温宗尧40会议是轮泰集团总裁温彦良的姑囝，他台北大学法律系，尾也去英国的牛津大学，摕到东方文学的博士学位。听讲，伊伫台湾读册，拢是骑奥多麦去上课，就和结婚请人客，嘛敢若办一桌，个性是真窈窕袂请兄。2016年进入南山人寿，捌伫咧客户服务部、商品精算部的部门学习。面试面烂，读清华业报考精算师的关门册。2020年接任南山人寿的董事长，将做公司史上上少年的董事。急难的时刻，重要的是能够递上一份关心。当去南山人寿，国民党和员工受到重视。主持头一场股东会了后，恐惊爱阁加和工会人沟通，较袂互两边自行误解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